咪中意話呢啲啊嘛，咪即咁快，平時即開，答啦，我唔得，我等陣先，我等陣先。點解？點解嘅？哦，係啊，佢由呢個，佢由喺呢個中學時期啦，又曾經咧就為咗一個男生咧而學識咗織頸巾啦，然之後咧，你可以收嗲。佢咧連上堂嘅時候都喺度織緊頸巾，喺呢個小息期間又喺度織頸巾，為嘅係咩？為嘅就係博男生一笑，點知男生笑都冇笑，直接講咗句哦，多謝。自從我多謝完之後，佢就決心再織多條，但係送俾自己，送俾曾經咁惡鳩嘅自己。點解你見到我織多咗條俾自己？佢化粉為強，織多咗條俾自己。但係咧，我想講事後唔知過幾多年之後咧，個男生咧係自己攞翻條頸巾出嚟戴咯，好似想挽回翻米嘅愛情，但係米嘅時候已經有屬於自己嘅頸巾。佢已經唔需要人哋條頸巾。我仲好記得㗎，多謝。然後就沒有然後了。